一个班3个人，不停地询问，坐的铁凳子，按他们的说法是老虎凳子。他们4天4夜把我提绳，把我这样子挂着，只能脚这样子塞到地上，就这样子挂着。4天4夜没有让我睡觉，我睡觉要把我的手挂着那个门上，铁门上，就这样子折腾我、折磨我、威胁我，把你的护照要烧掉，你这个活着出不去。脚绑在这儿，然后这个脚这个腿绑在这个床上，只能这样子。再多的活动不了，只能这样子，那指子捡不起来。他们让我承认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个就是组织恐怖分子，煽动恐怖分子，包庇恐怖分子。把这个给了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培训中心去的，Honestlager。Uyghurs have spent 40 years watching their religion be suffocated, their identity be eradicated, and that's understandably contributed to enormous resentment on the part of Uyghurs towards region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猖狂的打砸抢烧，有关部门负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调集警力处置。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子把我指控呀，或者是被抓呀，你们是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有权利，我们要检查你。Yok sen bugün yine gelesin mi?人说了，我星期5不做娘妈子去，3节葬礼我不去，伊斯兰仪式信的一律场合我不去。我人说了，我不应该信伊斯兰教，我应该相信共产党，我应该相信习主席身体祝愿习主席身体健康。енді бұл қазақ елі ғой, қазаққа жаны ашып беретін шығар бір 10 күнде.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杀。全世界上面有联合国，有保护人权组织，我相信那些组织能控制这个中国的现在的这个不合法的那些行为。各民族人民和谐相处，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政府、各级政府也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的安全我可能怕，但是我不怕死。Assalamualaikum mana, mama, kasih cahaya mana buah。我死了也死的光荣，为了我的民族，为了我的民族，为了我的子孙，为了我的未来，死了我死的光荣。但是根本就说不出咋样子那个，现在睡也睡不了觉，晚上。